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基隆中原祭迈入第170年，今年由张廖简信宗亲会主谱。8月4号，基隆老大公庙开龛门，宣告长达1个月的国家重要民俗祭典——基隆中原祭正式展开。基隆老大公庙开龛门，也就是俗称开鬼门的那一刹那，全场记录的摄影机和照相机拍个不停。今年国历8月4号，农历7月初1，老大公庙举行开龛门祭拜仪式。基隆中原祭迈入第170年，由张廖简信宗亲会轮值主谱，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陪祭。在今世仪式后，老大公庙主委奉上看门钥匙，由主谱的张廖简信宗亲会主委，也是前市长张通龙写下开龛门的时辰和姓名，紧接着就进行重要开龛门仪式，迎接老大公好兄弟到阳间接受供奉，也宣告长达1个月的基隆中原祭活动正式展开。老大公好兄弟出来开门，甲你开啊！你要出来吼勇敢，甲你的供奉。希望这段时间，你出来这个勇敢，爱保护所有勇敢参与咱这个2024年的中元节活动活动的各级的主管，所有的好友，大家都可以平安顺遂，快快乐乐。我甲你讲。大叔讲，咱老大公好兄弟出来嘛有小可，甲阮记忆着，我就甲你传过来，甲你摆起来。希望呢，下底有咱今年度的中元节典活动，任何的活动拢顺顺时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因为你们，所以才可以让基隆在台湾变成这么有名。今天看到昨天的开灯夜到今天的开龛门，都可以看到每一个参与者的慎重跟尊重。我觉得对一件事情的虔诚是最重要的。刚才我在事前，没拆开，他们就告诉我说，1年有12个月，11个月好兄弟都在下面。这个月因为大家的盛情邀却，他们可以出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功德，可以看到他们开心，我们每个人都开心，也因为这样的心，可以让基隆有更好的传承，让整个社会更和谐。再一次谢谢所有参与这次活动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包括我们媒体朋友，谢谢大家，基隆有你们真好，谢谢。基隆是一座海洋城市，400年来许多国家造访，不同族群移民，这里的人们来到台湾的第一站就是我们基隆。基隆的先人们面对外国发起的战争和族群矛盾起的械斗，在这块土地上有着未知的命运还有苦难，这是我们过去的历史。这些逝去的先人就是老大公。我们怀着敬意还有感恩，希望借由100年传承的科仪祭典与过去的历史和解。农历7月，我们好好款待过去逝去的先人，也感谢这是中原主谱的张廖简宗亲会。张廖简宗亲会跟婆家江虾姐会。基隆中原祭也是国家重要的民俗祭典活动，重头戏放水灯游行活动将在国历8月17号晚上7点举行，当天晚上11点在八斗子望海巷释放水灯头。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为了庆祝台湾羽球好手王麒麟与李洋在奥运男子羽球双打赛事蝉联金牌，台北市政府宣布体育局、青年局皆推出各项场馆的使用优惠，狂热大放送。台湾黄金羽球男双组合林洋配挥出奥运传奇，在巴黎奥运过关斩将，不仅摘下金牌，更是缔造2连霸，意义非凡。台北市政府也第一时间推出系列庆祝活动。王麒麟、李洋，你们是我们的骄傲。羽球男双项目由同一组合蝉联2届奥运金牌，这不只是中华队史上的第一次，更是奥运史上的第一次。不只是台北市，全台湾、全世界都在为林洋配大声的喝彩。麒麟是来自台北市的选手，我要特别宣布，台北市政府要加码，我们要在既有的273万奖金的基础上，再加码300万的奥运金牌连霸专项奖金。另外，
幕后辛苦的教练也会有加码的奖励。我代表台北市民向林洋配致上最高的感谢。另外，我也要宣布，我们要在台北市打造世界级的国际羽球馆。这其实不是一时的决定，我上任后就非常重视体育发展，打造台北成为运动之都是我的使命。羽球馆的计划也一直在规划推进当中。目前我们评估最适合的场地是北市科西基地的学校用地。借着这个感动时刻和大家分享，也很希望邀请林洋和我们一起规划和推广。这次为了庆祝林洋配夺金，创下中华队史无前例金牌208，限定优惠期间，我们也特别推出狂乐大放送。体育局的部分，8月6号到8月12号，台北市12座运动中心、健身房以及游泳池入场免费。青年局的部分，8月6号到9月5号，直排轮场地半价，攀岩场地优惠价，青年局场馆使用费也半价。动物园的部分，8月5号到8月12号，2人同行，1人免费。8月5号到8月12号和林洋拍照，可以到游客中心换礼物，限量1100份，发完为止。8月9号是悠游卡搭乘猫缆，一律半价。儿童新乐园入场门票免费。星期五持悠游卡搭乘台北捷运，不限扣款金额及次数，捷运公司与悠游卡公司每卡捐出1元，赞助于羽球运动发展相关团体，预计将捐出超过110万元。蒋万安也提到，要在台北市打造世界级的国际羽球馆，这项计划也一直在规划推进当中，借着感动时刻和大家分享。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湾民间丧葬仪式中有一项传统阵头叫做看芒瓜，主要是牵引亡魂，过去被视为禁忌，如今不一样了。台南后壁的风中灯看芒瓜歌团受邀前往今年的巴黎奥运进行表演，让全世界看到台湾这一项特殊的传统民俗。手持脚骨法器请神吊降的红头法师，旁边有带亡魂过入关的昂姨，以诙谐的动作转换家属心情的老伯，还有头戴彩球帽、手持彩扇的小旦，4人配合着乐师弹奏乐曲，围绕着香亭演出。和其他义阵不一样，这个阵不是迎神明，是迎亡魂。讲咱人死了爱落地府，落地府行路关。就是看芒瓜负责拍开这阴阳界，带伊落地府，行过这地府的关卡，爱当关好行，关好过安尼。伫过路关的当中呢，就会安插一寡小村比如讲劝亡啦，劝亡就是讲放这亡魂爱放下。世间无论什么人，偌勇壮、偌好野、偌好命，拢爱死。另外一部分就是咧讲。咱活的人嘛是爱有这个死亡的地格。看芒瓜的起源来自台南善化麻豆地区的传统民俗活动杂背摇，是台湾特殊的阵头表演艺术，在早期的丧葬仪式中都能看到。除了有送亡魂平安、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意涵，也透过表演以及曲调抚慰家属思念亡者的心情。不过，由于现代社会礼俗简化，已经越来越少见。这个看芒瓜阵啊，是真正是，台北这边是应该是讲全部是已经看无啊啦。我并无希望讲伊消失伫咱即嘛这么啊进步的时代内底，伊有存在的必要。伊会当安慰咱足侪人心肝底受伤的心，嘛当借着这个仪式。来怀念中咱心肝底所思念的迄个人。伫台湾经济当好的时阵，差不多40年前、50年前，迄阵台湾经济好起来。这个看芒瓜算讲伫短时间内一直穿起来。有可能办一个丧事，一个死人尔，但是看芒瓜请3-4阵，这嘛是有啊。以前迄年代是有安尼。所以讲这个看芒瓜的品质、唱念就拢无，就算讲功夫较无遐好。好的做好，歹的做歹。2016年，风中灯看芒瓜团正式成立，保留传统动作身段，统整代代口传，却因时空变化而零散的词曲内容，
替看蒙瓜的传承奠定基础。今年更是以拼出海为主题，参与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的演出。紧张啊，我足紧张，惊咱表演了无好势。外国看到咱哦，看到咱这嘛足稀奇的呢，因为咱台湾人毋捌过到遐，伊嘛感觉哦，袂歹啊，趣味啊。算讲，互全世界知影讲，咱这个台湾。是毋是足公营的？咱会当互国际知影讲，台湾嘛是敢会当做半导体尔啦。咱的一寡文化底蕴啊、传统文化啊，尤其咱的文化内底拢有教育意义。从在地走向国际，把看蒙瓜的精神诠释出来，让世界看到来自台湾土地深刻的内涵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即将收回台南报道。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全球的气候变迁深深冲击着下一代，城市永续需要世代紧密连结。新北市环保局举办第5届新北永续未来学院，共有30名大专院校的学生参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在论坛第3天特别到场与青年交流。环保局举办的新北永续未来学院已经迈入第5届，广招全台大学生。本届主题为生活无诉求，生活我减速。透过3天2夜的课程，培养青年关注环境时事，强化思辨能力。我觉得是因为有队员，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就是大家晚上在睡觉前都会一起3天2夜的晚上都会讨论，然后队辅跟我们的指导员都很认真在给我们想法跟建议。这3天的营队的心得呢，我最印象深刻的话是，我们去净滩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沙堆那边，有抓到一个很大的渔网，然后那个的话是要3个人都很吃力要搬。那我也看到我们团队就是很尽力的去每个人去把那个沙堆的沙子把它给拨开，然后也轮流的去把那个很重的物体把它搬过去。我也感受到这个整队的团队合作。我觉得这几天我们能够获奖，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努力，然后还有各位，还有我们的带队，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努力，能够去引导我们。此外，新北市永续经验也站上国际舞台。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到，今年6月指派副市长刘荷兰以东亚区执行委员身份代表台湾出席地方政府环境永续发展理事会，推广新北市气候调适与净零韧性经验，向国际分享如何透过智慧防灾、透水保水与都市核心降温等多元政策，增加城市韧性。排量用了多少的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生活上。从自己本身做起很难，但是我们要想办法一步一步把它做到位。所以今天我讲的那个，今天好像主题是生活没有诉求，难道我行我减速就在减速了。减速我们已经做很久，那减速在整个碳排量也是一部分，但是这个是你每天可以看到的，什么循环杯啦，什么样的器材尽量不要用塑，像 Rebex 的。我们的市场管理处用这个再生循环的这种环保袋，这个都是基本该做的事情。日常减塑减少废弃物，也能协助净零转型。市长提及，环保局近日与影城业者推出影城循环杯，并与传统市长合作推出减少一次性塑胶的不塑市场。记者也跟新北采访报道。清大目前公布高雄校区计划，已经核定通过教育部审核，10月份将开设4门高科技与智慧制造相关的学分班。高雄左营区所有的里长与高雄市议员陈梅娟都表示支持。清华大学日前宣布，教育部已审核通过高雄校区计划，将在高雄设立分部，校址相当可能就是选在旧左营国中。左营区所有里长对清华大学前来高雄设校表示欢迎。我们地方我们所有的里长不分党派都非常的欢迎，非常高兴能来设这个清华大学的分部，可以培育我们高阶的 AI 人才，让我们这些学子不用北漂，以后我们台积电来了可以可以有那个高阶的人才，可以到那边就近就学就业。
清华大学预计10月份就先开设人工智慧简介与实作、IC 封装基础与测试实务共4个学分班。里长与议员都表示，加上楠梓区台积电2奈米厂的新建，有助于高雄人才在地就学、在地就业。早期我们这些前人大概那个教育程度都没有，文盲很多。知道我们政府要来做这里做，盖学校，他们都很高兴，这个可以培育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的人才，可以有就学的机会，所以他们很高兴捐地来盖学校，所以这块校地也应该做教育用途才对。他能够就地培养我们在地的子弟然后而且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这次他们来这边设校都是朝高科技这个产业的学科来设置，我觉得这是刚好呼应了我们高雄市政府现在目前最大的目标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那你能够就地来培育这些我们的在地的学子，不用让他们离乡背井到北漂去，然后二来培训后能够在就地里面，在我们的高雄的这些科技产区里面能够就业，我觉得这个是对高雄整个发展是非常正向的。而环保团体质疑清大、阳明交大在莲池谈判设校，高耸大楼可能阻挡池畔风景，建校时老树也可能被移除，多次表达选址不当。议员则是提出双赢建议。其实在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政府高雄市政府要跟学校这边来谈这个合作的备忘录的时候，必须要提到的是说，你必须要保有一定多大的比例的绿地，那该有的一些老树啦，该保存的一些东西不能够破坏以外，你才能够做开发，而且是必须朝低密度开发。我想这样的话，如果学校这边能够配合，那我们这些绿地能够保存，我觉得这是双赢。也符合了我们这些环保团体他们的诉求嘛。在地居民期望顶尖大学能够进驻高雄，培育在地人才，协助在地就业，让高雄从工业城顺利翻转为高科技技术城。记者李嘉楼、吴佩珊高雄报道。为了庆祝台北建成140周年、北市动物园建园110周年以及台北捷运30周年，北捷在文湖线推出了限定车厢，以穿山甲、石虎及台湾黑熊为元素，结合建成140年的主视觉。另外，市府也以台北110为活动主轴，与民间单位共同串联，欢度台北建成140周年。万兴国小口琴队在可爱的树蛙、石虎伴舞下吹奏快乐天堂。今年是台北建成140周年，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动物园110年元庆，以及台北捷运公司30周年。文化局与动物园及捷运公司携手合作，在捷运文湖线上打造可爱的台北140动物百事捷运车厢，以穿山甲、石虎及台湾黑熊等明星动物为元素，结合建成140周年主视觉，让民众拍好拍满。我们活动其实从今年的5月北门开始，一直到现在，还会一直持续到年底，活动非常多。像今天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就是把建成140年跟动物园110年结合起来，再加上捷运30年，所以110加30等于140，但是它代表了3个很有意义的，比如台北建成140，然后动物园110，从日治一直跨到现在，然后再到最近30年台北的交通建设的捷运，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这3个数字密码代表了台北的历史的悠久，以及跨越不同的时代，然后再到我们现在最能够骄傲世人的一个交通基础建设，我想这都很有意义的。我们的期许其实很简单就是说跟着蒋万安市长还有2位副市长，那都希望台北能够更安全，然后能够更有宏观的视野，然后在都更的这个搭配之下，在一方面保存既有的传统跟文化，然后走出一个台北的特色。我想这个是我们未来一定很想的。所以在今年建成140的时候，我刚才有特别强调，从北门的登北门开始，我们就希望提醒大家，台北是有历史的，
台北的历史是至少跨越140年建成开始，事实上它还不止140年，对。但是从建成开始，这140年走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了一个在这边居住的人的努力和创新。然后加上文化局对于文字的保存，还有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潮台北的国际音乐节的推动，都希望能够让台北能够更适合人居，更让大家觉得这个城市很美好，更让大家觉得这个城市值得骄傲。所以我们才会说我台北我骄傲。每个礼拜6的夜间开放，一直到8月底。那欢迎大家，因为现在随着气候的改变，的确白天都爆热，但是或许下午4点钟以后，尤其礼拜6，可以来动物园体会，因为除了视觉的飨宴，入夜以后其实还可以静下心来听动物的声音啊，闻动物的味道。那这都不是你平常可以想象的。同时，我们也设计了很多的营队活动。那当然，营队活动据我的了解，其实是现在今天之前已经开放报名的，大概通常都是秒杀了。那也要请各位粉丝们就密切注意动物园的各项的活动。那当然，暑假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动物园，天气热就要更细腻的规划行程。那知道那个室内场馆在哪里，可以喘口气。同时一定要记得把那个饮水要带足。台北140周年纪念日。台北市观光传播局还拍摄台北建成140周年纪录片，以影像和照片呈现100年来台北的惊人蜕变。由清代的北门出发，走到市民期盼已久的台北大巨蛋，并利用日语和中文报道声音、早期流行音乐和动物园搬家主题曲等，让音乐与视觉相互衬托主题。民国38年，台湾光复后的中华路上一直人潮汹涌，好不热闹。第一批的车队已经抵达木栅新动物园门前了。另外，捷运公司特别推出台北建成140周年纪念悠游卡礼盒，并与民间单位共同串联，欢度台北建成140周年。你看，从北门140年建成，后来出现的我们台北生活的100事，我们今年这140年对生活的100事，再看到出现的我们在各种不管各种年龄、各种阶层。各种种族我们各种族群，我们不同的脸孔，就是这样子来构建出一个我们最爱的台北。像刚刚说的，我们最爱的台北。所以呢，在这边要代表台北市政府，在建成140年的时候，感谢所有现在台北市里面我们平常所有的我们台北市民对这个城市的喜爱，跟对我们很多的指导。这个历史，各方的文化。就酝酿了我们台北市的美，以及我们多元文化在我们这边的生根，跟在我们这边的蓬勃。所以其实文化局主导这次的建成140年，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祝生日快乐之外，也让我们一起来体会我们有多爱我们自己的城市。欢度建成140周年，除了文化局以音乐、电影、时装、古迹、漫画等5大主轴办理系列活动，也集结北市府各局处精彩活动，欢迎民众上北市文化局建成140周年专区，一同参与见证难得的历史时刻。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新北市永和区公所与新北市副议长陈宏源、中嘉宽屏、新市坡共同举办的新北市永和区儿童创意绘画比赛，在永和仁爱公园登场，获得市民的热情参与与支持。永和仲夏亲子电影院活动当天，从下午就开始设置了多样化的暖场活动，包括 Kia 电动车体验环保宣传摊位、拍照打卡区、闯关游戏和摸彩等等，还有双麒麟、棉花糖和洋芋片等美食大放送，让大小朋友们都乐在其中。在市政府，我们谢谢陈宏源副议长帮我们争取机会，那公所会全力以赴配合地方的各项需要，然后来把地方各项事务做好，
好，再一次的谢谢大家哈，带着小朋友今天莅临，感谢大家，谢谢。由450寸超大电视荧幕播出经典动画片《巴斯光年》，吸引家长带着孩子们近1000人到场同乐。永和区长庄茂坤及新北市副议长陈宏源还有都出席活动，与市民们一同分享欢乐时光，希望透过娱乐活动唤起社区对环保议题的关注。爱地球的绘画比赛一个系列活动之一的亲子活动看电影，那这个电影是由大家网络票选出来《巴斯光年》，所以非常踊跃的大家一起来观看哦，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但开开心心的。然后今天我们区公所也准备了很多的洋芋啊，还有很多的纪念品，所以小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啊。我觉得简单哦，是大家会觉得今年的夏天有特别的热。这是地球要告诉我们要节能减碳了。那我们要怎么做？这从最基本的做起，减少使用垃圾袋。那我们不要用一次性的餐具，我们要多用一些那个餐具，常用餐具还有那个环保杯啊，这样尽量的来使用哦，这样会使我们的地球越来越好。还有空在家里还在附近多种一些植物来爱地球。永和星空电影院不仅是暑假的一大亮点，同时也是2024新北市永和区儿童创意绘画比赛的重要活动之一。每年都有数千件作品参赛，广受好评。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由台南市文化局指导、台南企业文化艺术基金会所举办的台南400家好男进行式行动大展，在无缘公会堂展开，集结了一群实践永续的伙伴，希望能够替永续教育找到解方。以5000个黄色啤酒篮作为展场拼接的工具，寓意教育就像乐高积木般，需要一块块堆叠。距离2030年 SDGs 永续发展目标来到关键的终点，台南企业文化艺术基金会透过18个永续设计培力行动，呈现教育大展。透过教育然后回应了关乎这个不只是台南甚至于台湾，甚至于这个地球的未来的 SDGs 等等这些核心的问题。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些社会伙伴的串联，在2024年这一年台南400，我们不仅仅是在回顾，我们也对于这座城市的未来，我们也能够提出一些愿景，乃至于是实践的可能。我们特别设了一个跟成大永续创新社合作的告别前任，那他以台南400年的波浪设计了5个环境议题，那透过告别一个不好的时代，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有一些很有趣的，包含这个免费商店，这个废物的废，以共创方式引导大学生带领小学生，展现70位培力小男人半年来的创新成果，借由10亿创意社艺分组，以各种角度实践永续教育，另外更连结企业学校，建构完整的教育系统。100种碳生活，就说原本是农林渔业的废弃物，那经过我们热链接这个技术的改造，我们把它创造出它额外的附加价值，在都市里面创造一座一座的小森林，然后帮助我们整个都市做一个改变、永续的转型。为了加速文化内容与永续实践的共融创新，同时也规划不同主题与 TED 台南永续学堂等活动，广邀民众体验认识永续的重要性。记者说怀台南报道。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基隆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的道路破损的问题很严重，但政府长年以来一直无法进行道路维护。市长谢国良去年亲自访视会勘后，提出公共安全认定委员会的解方，针对168项的道路进行刨铺修复。工程机具来来回回，将旧有的柏油彻底铲除，进行重铺。中和路168巷实施人车管制。我们怕水落到那个地下室就不能修理啊。现在能重铺呢？要重铺一定很高兴啊。怕水落到地下室去。工作人员22小时不断施工，那施工机具总共
大小车辆总共有25辆的机具。市长谢国良亲自到现场听取简报，基隆大金大城社区20多年来道路从未铺设过，路面出现破损。市长谢国良去年率领市府团队到现场会勘之后，透过公共安全委员会认定，终于促成道路重新铺设。比照台北市首都的一个情况，有个案例，邀请了专家学者，对于会有公共安全的需求及疑虑的道路，来让专家学者来进行认定。一旦专家学者认定之后，那即便它是社区的道路，那我们也可以来进行施作，因为我们必须要保障公共安全的道路跟它的一个安全性。重铺工程从31号上午8点进场开始刨铺到傍晚，在晚间5点到8点先开放居民通行返家，接着将开始进行路面重铺，预计在8月1号凌晨6点全部完成。那白天的话，我们就是一直到下午4、5点的时候是刨除的工程，把那个原来旧的路面把它先刨除，在4、5、6点以后，就是因为有居民有些要回家的有一些通勤的需求，我们会先休息一段时间。回家的路终于平了，市议员宋伟立、和庆里里长陈嘉禾特别感谢市政府将20年的旧路重铺。非常感谢市长让我们原本这个坑巴巴的一个路面造成社区很多居民的一个车祸跌倒的事件，那来关心我们这个社区，那我们也期望有一个很平整安全的道路。28年中呢，我们的公文往返都是就是不可行那直到我们谢国良市长当选之后，我们又再次的跟他提出，然后让我们感受到，就是让我们这边大庆的居民所感受到，我们的市长是一个苦民所苦的，对，所以说他就立即到现场来会勘，然后告诉我们，他们就市政府愿意来帮我们这边大庆大城用一个公共危险的一个法令来克服。政府强调，今年的道路养护经费就超过2亿元，是历年来最高，展现了市府对于路平的重视。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台南市向环境部争取2.5亿的补助，并和台达电签约合作，预定今年11月底，全市37区将陆续完成电动汽车的充电站，而且最快的充电设备只要15分钟内就可以充饱一台车哦。随着能源转型的趋势，电动汽车挂牌逐年成长。不过，车主最担忧的还是充电桩的数量不足。不过，现在台南市向中央争取2.5亿的补助，预计在全市202处公有地设立充电桩，而且是37区，每一区都有快充，成为全国唯一。该工程案8号在环境部副市长和台南市长见证，市府交通局和台达电正式签约，要打造台南成为全国电动汽车充电站的示范场域。相信台达电的配置一定是配置得很好，那也可以让我们包括北部来南下的民众的电动车驾驶，还有我们自己台南市的电动车驾驶，都能有一个非常这个友善而且非常好的这个充电环境。台南市拿了2.5亿那其实我们环境部总共也才5亿而已，所以大家给王市长鼓励一下，台南市一个是拿了我们1半的经费。经过公开招标评选出来的厂商台达电总投资超过7亿来设立充电站，还有后续的维护管理，当中还有2座充电规格回馈升级到350千瓦，提升充电速度的4成以上。我们提升了这个规格，比标书的规格呢再提升50%，所以我们这一次用11 k 瓦的充桩来取代7 k 瓦，我们用200 k 瓦的充桩来取代120 k 瓦，我们也提供了全世界同步的最高规格的充桩，350 k 瓦的充桩。那刚刚局长讲 ，Model S 100度大概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能够充饱，那这个大大的改善了，尤其是在台南，它作为南北的交通的枢纽，在里程的焦虑上呢，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该合作案预计今年11月底完成，可以符合市面上各种电动车的充电需求，除了是车主的一大福音，也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为了要推广有线电视的第3频道公用频道，培养民众的媒体素养，中嘉宽频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合作，举办了手机印制工作坊系列课程。上个周末最终场来到桃园，吸引了许多老中少的民众报名参加。为了推广有线电视的第3频道公用频道，培养民众媒体素养，中嘉宽频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合作，举办手机影制工作坊系列课程。上个周末最终场来到桃园，吸引许多老中青民众报名参加。有人在课堂中不忘以手机做记录，另外有人专门携带平板电脑，并运用 AI 程式辅助拍摄技巧。课程结束后仍不舍离开，直呼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参加其他课程。这是你第1次参加这个活动？没有，是第2次参加类似的活动。因为我平常会就是剪网络影片，然后我会想要记录我的生活。之前有参加过就是师大跟中嘉合作的一个活动，今天就有学到公用频道，它是第3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因为就是很少人用，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来的话，我遇到了不同年龄层的人，可能会有国中，然后也有比较高年龄层的人。那其实大家都是来学习的，然后因为主题嘛是大家有兴趣，所以大家才来报名。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互相学习。一所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侯正南表示，举办一系列课程的主要目的是想让民众了解，影片制作是简单，每个人都能学会的事情，民众可借由影片记录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借由课程培养民众正确的媒体素养。我们举办这个2天的这个手机的这种拍摄的一个工作坊，其实是主要想要让我们的民众能够借由这么简单的手机，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个拍摄，甚至是接下来还有所谓的一个剪接，让民众更了解，就是拍摄已经不是那么难的一个事情。这个工作坊还有一个很重要，其实就是我们融入了所谓的一个媒体素养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媒体素养是现在虽然大家都已经这么简单，知道要怎么样去创作，但是也应该要有这样的素养，知道说什么是最好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品质。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概念融入在整个桃园乡亲这边，让他们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创造出最好的一个节目。在2天的时间内，学员们也纷纷将自己完成的作品跟其他人分享。主题有桃园在地崭新的图书馆、信仰中心的庙宇和即将改建的车站。主题多元，影片完成度高，也得到老师们的一致称赞。在今天来桃园这样一个工作坊，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是非常惊艳的，因为这个学员其实包含了从70几岁的这种高龄的这样子的一个学员，到30-40岁也好，但是甚至也有到了所谓的10几岁的这样子一个学龄的这一个年轻的学子，所以老中青3代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让我看到哇，原来桃园是有这么多值得大家来拜访，值得大家来参观的这种所谓的一个景点也好，或说庙宇也好，甚至是还有很多那种图书馆，其实都让我非常的惊艳。透过课程学习、讨论及分享，学员们除了学到影片拍摄及后制剪接技术外，同时了解媒体禁用权与媒体识读的重要性。结束前，中嘉宽频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不忘颁发精美的结业证书。今天学员发表的作品未来也将在有线电视公用频道上播出，不仅促进公用频道的使用，也让民众的媒体素养得到提升。记者肖世荣、彭文成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2024桃园有线电视媒体营，今年以穿越媒体新宇宙为主题，邀请国小中高年级的学生深度参访电视台，认识新闻媒体制播作业。除了体验当小主播外，还有媒体识读的课程，让孩子学习查证与判读的能力，也培养正确媒体的素养观念。
踏入摄影棚，小朋友们换上正装，准备播报新闻，体验主播工作。2024桃园有线电视媒体营首场国小组活动在3号登场，其中当天有25位国小中高年级的学生来到东家宽屏北建深度参访，不仅认识有线电视产业和工程维修的辛苦，也了解采访拍摄的不容易，还学习到化妆和播报口条，并在最后登上主播台亲自播报一则新闻，深度认识电视台新闻直播作业。学员们也分享他们的心得。很棒。会紧张吗？有一点紧张。这样体验完之后，你觉得当主播容易吗？不容易，咬字要很清楚，而且不能含糊不清。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一开始上去很紧张，整个人都在发抖，还蛮不简单的，很棒。还有吗？玩得很开心。第一节课也还蛮有兴趣的，一些机器我都没看过，让我有好奇心。有摄影机的课，就是它可以拍同学，觉得很好玩，一直放大然后缩小的，还不错。就是可以上去录影。除了体验到新闻工作人员的工作外，又介于近来网络上的不实讯息和歧视问题频传，营队也安排媒体识读课程，希望能从小扎根正确的媒体识读观念。为此，中嘉宽屏北建也特别邀请在地媒体素养基地学校南崁国中的老师，以生活中常见的可疑讯息，教导同学们如何查证和判读讯息。尤其特别放出各种 P 图照片和 Deepfake 换脸影片，还有用 AI 绘图所制作出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被逮捕的照片，提醒大家注意无中生有的可怕，并非有图有真相，让现场的学员们都很惊讶。现在 AI 呢，除了可以制图，也可以帮你做虚拟主播，甚至可以做深伪的所谓的换脸的影片哦。所以现在 AI 可以做出一些无中生有的东西。那现在这个部分可以拿来，例如说带风向啦、造假，这已经是比以前更强、更厉害的功能。那我们现在带给小朋友这些，让他知道说，这个世界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 AI 已经可以做出一些你以前都想不到的事情。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还是建议到查证这一块确实比较有难度，但是我建议的方法跟孩子们建议的方法是：好，如果你觉得他有点怪怪的，我建议你，如果无法查证，那我建议不要转贴，不要按赞，不要分享，不要分享流量给他，这是一个至少杜绝讯息流传的一个方法。老师教我们如何分辨真假的新闻，因为可以让我学到说，如何哪一些新闻是真的或是假的，然后可以跟外婆他们分享，因为他们都是觉得说，每一种新闻都是真的，然后他们分不出假的新闻，就会讲一些好像不太真实，但是又写得很真实的新闻，就是让人有点怀疑人生这样子。很早以前就听过了，然后以前对那个有兴趣，然后现在又有机会能听到，就是觉得很特别，看到。就是他画出来怪怪的，所以才是 AI 绘图，非常惊讶，就是能够把图结合起来，一种很怪异的感觉，更小心以后那个图或者是一些新闻有可能是假的。辨认怎么说？因为那个图就很好笑，太逼真了。他手指。里面人手指如果长畸形的话，那就是 AI 的绘图，可以去查证或是不理会。不只是介绍 AI 工具的强大，课程也特别延伸向网络原住民世代的学员们说明潜藏在部分不实讯息背后的歧视性问题，包含性别、种族、性向等等，希望同学们能培养正确的上网礼仪和观念，勿以恶小而为之。歧视性言论包含了性别、种族、身材，这些都是，甚至外貌都是，甚至我们最近奥运遇到的我们的拳击手林玉婷选手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我认为，对于这些歧视性的言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不要分享，也不要去按赞，我们应该去支持这些相关的受到歧视言论的选手或者是我们的民众，我们要去支持他，然后告诉大家，你歧视人家是错的。我们要全民都要当他们的后盾，让这种歧视性的言论在网络上慢慢的消失。
让我们生活中慢慢消失，带给学生一个正确的观念，不管是谁，就是没有歧视别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对，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台南市政府新闻处每年都会和市内3家有线电视台合作，举办有线电视媒体营。今年以穿越传播新宇宙为主题，带同学们认识媒体传播作业及工具，一共吸引近700人报名参加。最后国小组录取150人，高中组录取75人，就要在接下来的8月份陆续开课，共度充实假日。媒体是独占。记者刘婷台报道。台米台风强势过境后，除了高雄民众的私人财产，不少公共运具也同样有损坏的情况。高雄市交通局盘点 U-Bike 的损失，在全市1353个站点中，共有43辆的自行车受到程度不一的损毁，且民众出门时要多多留意。台米台风强势过境之后，连日刮风下雨，导致高雄不少民众的私人财产遭到毁损。不过，就连公共运具也有损失的情况。这里是复兴路的学校外墙，可以看到旁边拉起封锁线，因为整棵树被连根拔起，连旁边的 U-Bike 车柱都歪掉了。由于 U-Bike 的站点设置在人行道上，皆有受路树影响的几率。在交通局及 U-Bike 公司日夜加紧盘点高雄1353个站点之后，共计有43辆的 U-Bike 遭到程度不一的毁损。主要受倒下来的树木的影响，大概有50几站，受损的车辆的部分大概是有43辆的部分。车辆的部分大概都是受到外力的撞击，比如说树木倒下来去把它压到，导致变形。那在车机的电脑的部分，因为它本身是有防水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它租借的功能是不受影响。除了像成功特殊学校前因为路树倒塌还得等待修复，仅开放部分使用之外，大部分的站点都已经恢复完毕。但大水过后，使用交通工具难免心惊惊。交通局也呼吁，如遇故障情形，请尽速联系维护单位。那民众如果遇到少数有遇到泡进水稍微去受影响没有办法租借的状况，也可以来利用0800的客服的专线来进行通报，或者在 APP 上来输入这个车辆的编号。那维单公司也都会尽速来派员去前往处理。台风过后满目疮痍，不只是 U-Bike， 市区有许多地方仍在修复当中。尤其高雄目前在受热带扰动侵袭，仍有降雨现象，民众不论开车、骑车或是使用自行车，都得格外留意自身的安全。记者张世明、李凡飞高雄报道。另外，高雄市左营重划区在这一次台风也受到创伤。理想说，这里的重划区都是新建案，整条路的排水系统东缺西漏，不少地下室的泥水清淤也很困难。一块来关心。清洁公司人员推着机器，一步一步仔仔细细的来回清洗。这里是左营区自助里新建案的地下室，就在前几日人肉墙挡水的大楼不远处，同样也遭遇到水跑进地下室的状况。尤其一旁就是寿山，一大块崩塌土石让泥沙混着雨水，加上土质黏腻，直接灌进地下室，清理起来十分花时间。从台风来那一天开始清到现在，可能我预计至少要1个月。比较不好洗，就是因为这一次它淹进来的水里面是从山上下来，它是类似像有那个粘土的那一种土质，水多一点的话，就会感觉会滑倒那个现象。除了超大豪雨炸高雄导致排水不及以外，当地里长分析，桃子园路附近一带就是军营，这块地原先隶属于国防部，后来卖给各知名建商，盖起好几栋的建案。但是因为各建商只能盖自家门前的排水，整条路的排水系统并非统一完整的规划，一边凸起，另一边甚至没做排水沟，因此也成为淹水的原因之一。建商他们会把自己的这个大楼周遭的这个排水系统做好，旁边周遭是都有水沟的，但是只要没有建案的话，就像我们的这个桃子园路的人行道，那边就不会有侧沟，这个就是不完善的一个排水系统。这次的这个风雨量几乎是纳莉台风的2倍，不管这个台风发生在北中南任何地方，其实它都会是造成淹水的，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来做预防，或是来做后续的处置，这才是重点。里长表示，这次的雨量若是在其他县市，也一样会措手不及。此次高雄淹水惨况也引发各界关心讨论，后续该如何改进，以免再度上演相同状况，还有待政府民间齐心协力。记者张世明、李凡飞高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